头家，我已经通过民界所有的鉴定考试，摕到中餐、西餐、素食，还有东洋料理、天地料理的证照。我这一次在孟婆客栈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玲珑，是客栈里面的厨娘，在戏里面个性呢算是一个大姐头型的。快点不要回来再这么久哈。它其实是一个算是喜剧的类型，但因为我以前没有真正的接触到喜剧的角色跟这类型的戏剧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新鲜的。我搞不清楚是你怎么，你卖过来，你卖过来，你。我跟美玲姐常常就是会在导演讲戏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会乱演一些戏外戏，就是等一下你可以怎样怎样啊，然后导演看到就会说好，你等一下就这样演。所以那天也是这样子，原本只是我只要帮2个人倒酒而已，然后我就说哎呀，玲珑都是财管的、啊，结果导演说好，你等一下就是帮万仙凡倒一点点，然后自己整罐，然后我就说好，那你给我真的。那场戏演起来就特别的放，就是很松。导演已经不知道跟我讲过几次说，你怎么没演过喜剧？你很适合做写戏。你有没有可能机会绕一下？我拉他，可以。但我要下楼，再下楼。那芳熙姐她自己也有一个小孩，年纪跟我差不多，所以她其实很能够理解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他们的想法。所以我们常常在对戏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讨论一些母子之间怎么样去接触，怎么样去交谈。这明天那底下，我其实，在阳间过得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常偷拐抢骗啊，去过生活。那我到了冥界，也还是改不了这个习惯。多谢恁大家对阮的帮助，恁的温情，阮母仔囝会永远记在心内。是讲阿东啊来这求几工啊7工啊嘞。跟妈妈分开的那场戏，对阿东来说感觉是很深的，就是你在阳间浑浑噩噩的过日子，不小心到了冥界，然后从过程慢慢的培养感情。那儿子不断的从错误中被妈妈拉起来，然后慢慢的变好，所以这短短只有7天而已，但这7天对他来说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。那母仔囝会当有这7天的时间会当做伙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啊！那这次我又演回轻熟女。然后，但她的性格是比较火爆的。那我觉得这种以前我比较没有接触到，所以这次会比较辛苦一点。可是可能那也是我其中一部分的性格，对。然后反差很大。然后这一次好像真正的感受到演戏的魔力，然后好像找到方向要认真。之前好像就只是来拍戏啊，好像自己很拿手啊，就这样演一演就算了。可是这一次好像需要更多的东西，就觉得自己有很多不足的。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更加努力、慎重的去看待每一个角色跟每一个工作，这样子。